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廖先生，为虾米你的喙齿这阵仔才会磨损甲遮尔严重啊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总规档拢总无任何的补助，拢是靠安尼家己硬出过来。教授啊，为虾米老岁仔找幼气的水姑娘啊，大家就拢在学了？阿伯啊，找少年家，大家就拢在错，因为一个吃素，一个吃草啊。为虾米啊？老牛是吃幼草，阿伯啊找是小鲜肉呢。六个，你是咧想啥啊？昨天我女朋友发给我一张图，之后就再也没跟我联络了呢。你看得懂吗？哎呀啦，伊是甲你讲钱不充足啦。什么是幸福？心伤无事是幸，心伤无悲是福。一世人无用到最后会发现，真正的幸福甲逍遥，毋是你有偌济富贵甲权势，而是身体无病，心内无事。俗话讲，无病一身轻。这把生过一场大病的人，拢会体会，活了忝的人，心内底着无欢喜的代志，搁较忝的人。是今仔日地，明仔载的代志。无可救药的人，是地足侪无应该地的代志。人往往伫贪念中失去幸福，伫无用中失去健康，伫怀疑中失去信任，伫计较中失去友情。人不经一生轻松，事不比一路顺利，心不求一生平静。一世人真短，目一个年就过完，唔通把好的物件留到最后。想来想去，啥物都得袂到，莫堪小人计较，莫堪厝邻的人生气，莫堪家己过袂去，莫互心情无水气。活一天就欢喜一天，过一天就爽快一天。歹事莫藏在心内。两耳不听碎语，幸福不来，咱在自己的心不定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些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留伫 camera 每晚暗时来点准时发布影片。刷！如果有一个查甫人，介你的素颜无伪装，你外歹伊拢袂起呀。你变大块啊，伊嘛足欢喜。你若小可消散。伊就做心疼，你若无钱人用，伊无第二句话，随去装钱互你。爱